Ina, manjan saan? Kailangan, kladyo na ni Pulalang Andre. 所以在这之前都第二没有，批了，还有第二批了第二批，对，在这之79年。前都没有族语认证的考试。那时候只有那个国高中生才会去考哦，的那个资格的对，考试吧。那个时候。对啊，了，那时候乡还没有主土语言要的。对啊，在他们在之前没有被那个，没有被重视啊，不是还要挂牌子吗？对，对不对？那时候有牌子，对。你说中文。中国语，不是，请说什么？我讲的是在台北的时候有挂牌子，牌子学员的牌子。对，学员的名字还有照片。学生证，对，学生然后我证，讲的是那个，不是可以说方言的牌他是子。国小的时候常常被挂，所以他才会想到啊。那，你讲过讲吧，你讲方言的，他马上给我挂牌好子。笑以前有被挂过，有而且有些人不是会那种故意刺激，然后讲方言这样子。哦，你讲方言，真的挂牌讲对，我们会互相的伤害。对啊，那个年代。那个年代就是你这样。的同学在听哦。然后我在旁边，如果11年生的然后他突然讲母语，就说你挂牌，你讲母语了，这样。你都要报告老师哦。没有，因为那个人有挂牌的，你就找哪个人。哦，他觉得你就把哦，有点像是抓那个对，替然后死鬼的我们就是那个。抓的。然后现在都可以讲母语了，所以我们现在是母语的课题就是要讲。所以我们才来到了这个客厅，对啊，又拉回来了。其实离题快拍一拍我们的话题很久了。哦，怎么没有？啊，下了。结束了。然后。可是不用罚钱嘛哦。不用，不用，我们那发钱了。可是好笑呢，我们在那个升旗典礼的时候还在那边报牌子。挂牌子，很好笑，我觉得很丢脸那种感觉。可是很像做错事哦。对啊，就人家都在看我们，怎么会这样？都讲你挂牌子，这个是好笑。所以现在都装啊，不能时间啊，真多就大比那我难。你真的时间，也没那么快点，我伤心些。掌声鼓励。他想起来了，回来了。想起来这是主语客厅了。主语考试，对，很棒的一越来个。越会主持了。嘛连人时代都做。是。那要不那晒过个，那我那要不那么快点，我伤心些的。我这样啊，人家真的。所以我们要加油，今年我们要去考试了。其实是那时间，因为那时候我还特别找临时紧呢。我是跟俺姐夫说，你要先教我这些关于文化的这些，因为那时候他就讲，里面加台湾的间时间是什么呀？他们是也有考试，临时也有考，所以大概考，那么就做心理平安。大概是怎么讲？特别是这样子就教我，所以我就一直记得。然后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那时间我还去看我的大哥，我的大哥在安宁病房的时候，然后我去那边，我就跟我的哥哥讲：“哥哥，我里边少年时间嘞，他躺在那边，然后我就说。”你要保佑我，就是说，是你这样的说是变得歪了，但是习惯，因为你很聪明那种，很聪明是那个加上，我们那时间嘞，你说那说是你说那一直有在那我会教我这样意思，你知道，你要教我说，我看那个他有一些的动作的，那这就也是那个不是熟的嘛就。我小时候就去考试，真的是通过了，马上就通过的呢，全部笔试、口试什么都通过了。就变高级人士了。所以
所以我也是有一种感谢这个九九也是有他的跟零十级，我一直到现在都放在心里面的时候都没有讲出来，我现在才讲。还好你有考课程里虑。对啊，你讲你那天抽到的题目是什么？nama udang tham sayo mo nama uda ni mo na ni mo na kinalan numero kumujal numero vinali sa izwa to tucha vinalian tucha lima kilas lima kadavan to azwa na vinali na muda mo na timo na imaze kinalan no klikling na kumling mun manu na pinasarajan na metazwa ya 你只有时间3分钟害呢，那么就我就。我们先帮听众朋友问说，他们刚才真的听懂了吗？应该是没有。有没有字幕？他们我们抽到的就是啊，他都知道，就是他就先讲，然后他说，就是你要先自我介绍，这个是不列入在这个叫做感恩是来吉古。是celo alajo masih celo alajoan dan ai so ini jam jinama pejeta sepaca banggu 就是第4行，但banggu 就是4号号码哦，sepaca banggu jinama sa oleh semua 我就开始念了。他就讲这些，就先讲这是88风灾的那些事情。你们。然后我就讲说，我yang tak dia tu Josiah benari dia mana imaze kenalan mal makacubung mal alaman malang mal kanakalay na makakliklingaman cala yana ajo mal makacubung sa kanila pa pusad semua to ja aja kasile na sini kacile na sini litu apa sesuatu ai ajalanan sana sini akatseng na umak sini akatseng na jalan so tiam na makacubung na lasu jam na laba so 就这样就通过了，说好。好，你不要再讲了，太多。我没有讲，我就全部讲完的，就说好 ，OK， 这样就好了，就是就没有按铃了，这就好。翻译嘞？对。好，就先到这边喽，先到这边来讲一个你最有印象的单字就好了。Benali， 然后卡西来，Jalan， Uma， 还有这Arwah Kilas， 或者Arwah Kadavan。所以日几月几日的日是卡达。对，日子是Kadav，这样的，是一天一天的这样。Kadav 了 Kadavan。星期几呢？我不说那天，我不说那时候，我没有讲到星期几，我是说很困难。我是说平常我要讲说星期几的时候怎么那个。星期怎么讲？我们是用日文哦。对，是像日曜日什么的哦。是。这个怎么没有去想到这个？好像是日文呢。星期一，不是那个是日不会来。对了，日曜日、二曜日、三曜日这样。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哦，曜日。星期三、而且礼拜天是你日曜日这样。对对对，你日曜日、礼拜日。哦，日曜日。好酷哦。好，我们再帮各位听众列起来。星期一到日，那要年吧？哦，88风灾是哪一年？2009。你怎么会背起来？什么209？我不知道哎。 2009年。真的呢。对啊。巴罗阿鲁松。对啊。厉害哦。我虽然不会星期一、星期二登，但你会背年份。对。其实人家多问这个是字节的母语了。年呢？年怎么讲？Javi。比当是 Javi， 意思说比当是 Javi。你几岁了？所以有的人考试，因为他是用背的嘛。然后他永远30岁，他永远30，因为他只会讲30岁。他是日文吗？对啊，是。对。哦，西景。西景是日文，可是西尼金安是台湾话了。可是里面是有日文的。西景啊，可是那个变化是台湾语的变化。哦。西尼金安。语法的那个。对。因为像我们那边也是这样，比如说哈娜，那不是日文的花吗？可是如果我们说东西花色的时候，我们会说哈娜哈娜。哈娜。就是其实花也是有很多名称啊，什么这种哈娜这
这个是什么花？什么花？对，那么努乌拉板就是乌拉就是颜色，乌拉，乌拉。有被骂。我们那是新萨鲁马达。我不想让你知道。好好用哦。我想用母语。好好用哦，我不想告诉你。怎么讲？对，请教我们。我不想告诉你怎么讲。萨鲁马达。不是，我不想告诉你。哎，那是巴斯马拉真的是。我突然想到，不是会有那个他就问答，请你说出这图画什么什么的。对，看图说故事。一定要摁到巴斯马洛，真的是，我不想告诉你，这个也可以用。可能会给积分。可能会给分。这个桌子圆桌里面有几个人？其实那个时候我在台北在上课嘛，我的同学都是那个呢，都有带电脑呢。啊，那个有一个大学生专门跟我一起的那个大学生，我们都有一个老师这样，所以就带我怎么教我怎么制作怎么去操作这个电脑，然后就哇，marvas wala re，marvas wala saya gua sudah 电脑我就去网咖那边去学。好了，我们还是要回到重点哦。我们是一个知识型的节目，所以几月要考试了？4月，对，4月18号考试。我们好像没有讲到说报名考试，我们要怎么形容？报名考试我们没有讲到。你们要报名考试哦？怎么讲？我一部分级这样报名就是一部分级。一部分级。哦，一部分级是报名。我一部分级西京大比较难，所以你没有去登记的话，也没办法去考嘛，对。所以一部分级可以很多东西，选举也可以。哇，暗示什么？一部分级选举可以。都说报名哦。报名选举。你要登记参选也要。一部分级就是我报名了，一部分级这样就是报名就是一部分级。他很多说法了哈。今年底不是？有很多说。对。一部分级要带小。先不要聊敏感的话题。一部分级巴斯马拉那间就不一样了，巴斯马拉就要告诉你的哥哥还是告诉你的妹妹，你要去。他喜欢讲因为他在讲那个他是主持人啊，对，去巴斯马拉话就是不一样。我的巴斯马拉话，到马拉嘎嘎东，我里边那西景，这就是我要告诉我的妹妹、我的哥哥们，我里边那西景，我里边那不知道西景啊，大比较难。啊，你要怎么告诉你的听众去考试？啊！报名截止了哈。截止了你要告诉听众加油，要记得去考试。那你要记得去考试，这样。百分之啊，到里边是那西景嘞。你的听众只有一个。啊，简称预告。把那就到里边是那西景嘞，哈。几月几号？Sepaja kailan sepaja tapos sa kadaw. Pakan jo. Bukan itu sih Euro。这个挺妙的。人家都没有考试就选举，就报名了。对啊。那个不讲，我们我们不买那个保利达，Euro。哎，一定不考上的。罢了，不是阿妙的老师送呢。那我们今年要报名了吗？谢谢。我有年底就运气考，只是很难。我觉得。你要讲话呢，1年2次吧。讲话呢，你都会念母语圣经了，还这样？我是会看啊，可是我不要按今天开始跟我讲母语好了。干嘛？你要自己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自己的孩子不教？你为什么不教我？你要自己证明自己要。啊！我要找谁？那我找他们。那我去考试的时候，我会变台语的呢。结果我们的忠实考台语，我们的忠实听众在那。考台语，我会去考台语的和论语。我去考试的时候，我也没请过，就是我一个人，那个呢。我只要去考台语的，搞不好考上。
你就哭了，你马上就哭了。啊不，不加分啊！当然呀，不加分来啊！啊不，我别我讲头渣等了，渣等了。我笑。结果他去当那个台语老师，我就当台语老师了。啊你不要叫我阿布，阿布，阿娘，我定来啊！我等来啊！他就不会跟你说白按到高尔夫到了上班喽，去我每上班天唱哦。江蕙的歌给你，你干嘛？给我。不是要自己他叫我自己去找老师，自己去学习。你不做老师了？你要多读圣经、母语圣经才会。没有，你也要教我以前现在都是读主语圣经，我才会。对了，主你才语圣经。很多里面的像你根本不知道，哎，原来有这样子的说法。家里有吗？有啊，那也借我一本嘛。你再去看对啊，所以很多那些很多古老的文字。因为我年底要考，我也想报名了哦，好像都没有在进步。你先借他嘛，另外。你在面前跟我说这个，你可以先借他。真的呢你是老师哎，没有录音的时候，会感觉到退步呢。会是因为平常就很少在讲。对多看那个主语圣经，这样你才会知道很多那些。对啊哎，我们根本不会去不会去看的。怎么有这个母语？摩罗斯呢？对哦，河洛语，河洛语，他想到他的孩子以后会讲闽南让安的，就哭了。不要笑，我一笑的时候就流泪。李河伯，用罗马拼音哦。啊，你们要讲进步。那2个月我算是进步了，对，那2个月我说就，哎，你进步了呢。哎，要是那2读那2个月就是退步跟进步。那2个月。他刚刚不是说讲2月就是2月是退步。然后拉菲的。要是那2月了，要是2月那2个月我说那就啊是心里紧啊这样。是，可是你一脸敷衍。很不诚恳吗？拉菲鲁哦。不是我根本很多人不想自己那拉菲步，里哦，拉菲里，都想自己那步了。拉菲里。2月了，要是那1月那2个月我说就是你没有退后，你现在进步了这意思。薪水变多呢。那不我说啊，那么把这龙水你白加数薪你又变多了。对，哦。哇，变多了就可以咋办呢？这种。哑巴吧。哑巴不是升官哦，啊，把肉了就是增加了，那把肉了水你白数就是增加。降低。我们个量啊，我个量。哦，是用那个零。啊，我们个量水你白数是怎么回事？哦。你的德国好像你被贬低了吧？对。是吗？我猜的啦，是啊，吗？我们个类是，对，德国是高低的意思。对嘛哦。所以我看不起他的时候。对。没有列德五。变矮列我们数身高的。列德国讲那嘛奴，这样你看我没有。但是这个说那个那列德我说就是这样，怎么以前的时候高的，怎么现在变矮了？难怪你变高的意思就是发型的问题了。又是那个阿姨了吗？因为有最高角度。好了，重点是你的考试啊，怎么办？你有在准备吗？有。你准备的？你干嘛摇头？好难哦。你要相信我。所以你觉得哪一个对你来说是？我觉得讲话。而且不要慢慢的，你要马上回答。说吗？其实写它其实就是你看那个图，然后头脑里怎么想。跟你分享一个中高级考试的技巧，就是说的部分你可以背一些常用的句子，当做片语。对。因为我那时候我第一次去考的时候，那时候程度不好嘛，硬考，然后低空飞过，然后我那时候就是用一些很笼统的，就是撑时间的那种。是啊，我都可以教吗？我写法都那样呢，就是会就是撑时间，比如说像他可能有一个题目是一个有鱼有人有餐桌有什么，我就能塞的就是用我的意思写出来。中文就说我的想法是，我说你问了一个我很好的问题，我说还要夸奖他，对，自私的一个，对，或者说我回去的时候再问问看我妈妈这样子。
怎么讲？比如说你就是说我的一个大概到一哪，我阿妈之类的，我会再问问我的爸爸所以吃妈妈糖果说比较好。拖那个时间。对，而且我那时候有一题哦，我真的用主语跟他讲说，我不懂你的意思，可以再说一遍吗？也可以问这样，对对，那个可以问。我就用一次而已，我就用一次，然后就低空飞过这样。那个怎么讲？你用母语怎么？我说那怎么讲？大叔醒发达这样子。就是那波浪啊，都慢慢顺这样就。对，我不清楚你说的是什么。对。一样的意思。你怎么？你刚才讲什么？那波浪都慢慢顺。都慢慢顺。那慢慢顺。沙漠乌马罗给我这样。对，我那时候也是说。我们乱拿这样子。我们乱拿给我对。我们乱给我这样子。再说一遍这样子。我跟嘎乱拿这。也可以，也可以。你说的好像快。对，马卡蒂说那跟马六啊属盖。对，路啊给我这样打，因为这电脑都比较快。对，你可以背一段。可是他真的会后来讲慢一点给你。不会，可是至少那一题你没有空白。对对，就是这样，早就跟他讲说。那些题目你不要空白，你一定要讲出来。但是你那个你不懂就要问。对，你有那个是一个。就很像要对话啦。对。对，日常。表示你不要空白就对了。表示你好像你有程度，只是你真的没有听懂。你可能不懂他的。哦。对。这个也是一。你不能5题，然后2、3题都这样就荒谬了哦。有1题2题就是这样子。可能5分至少拿到2分。现在听不懂没关系，我们会整理笔记，你再去云端看。可以这样，你可以再讲一遍这样。可是这样也可以拿到分数。你有回至少你用母语回应啊，对不对？你至少对啊，你拿个1分也好嘛。如果你用国语的，完全就是空白就真的没有了嘛。对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主题，我们应该要跟原语会合作。听到了吗？所以听到了吗，执行长？像一般人以前你要用电脑，那给不上他电脑就打所以你不要说没有的电脑是完全都不讲，你就1、20那给不会完全都是空白。我之前会先写在考卷上面，先听然后写考卷，然后再把正确的写到那个试题那个。可是我记得考卷好像不能写，所以有的人是铅笔写在答案卷，然后确定了以后再赶快涂掉，然后再原子笔写这样。可是其实那个会耽误很多时间。对啊，搞不好现在有转变了啦，我们可能要跟真正的那个办考试的合作聊一下这个问题。可以，我暗示第2次喽。搞不好他们有听到这个节目的话，他们会觉得说好啊，那我们来宣导。因为最后这个剪完还会送去那边。请你们听。对。来自地方的声音，这样子，因为我们这里有初级、中级、中高级、高级嘛，对，都走过一遭了，这样子。像你说他在贵国给我他考不上，那也是他的问题了，因为他是讲话对太慢。所以现在有那个新的规定，不是规定，新的考法是你可以只考听说，或是你只考读跟写。可以这样。他要分开培育人才嘛，因为有的真的很会讲，他就可以去当翻译、口译那种。他有的讲卡卡的，可是他写很快的那种，他就可以去当记录、出题、批卷什么什么之类的。所以他为了要更多人才，他就分流考试。更多的细节，我们期待被邀请嘛。复习一下今天的单字：西景、巴根的酒。La Gaya, La Ville, Sepaja, Gilasta, Taplua, Aluta, Katavan。想要了解更多的朋友，欢迎到下方的说明栏复习。今天的节目到这边，努杰维利一见那么走走完难。